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盈盈醫師啊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鹿茸湯水食譜喎。鹿茸咧係紅鹿每年春天生長出嚟嘅稜角，對於身體有好多好處嘅，例如可以增強溫陽固腎嘅功能，適合體弱多病、容易頭暈嘅長者，又或者氣血不足嘅女士。今次我哋介紹嘅湯水叫做鹿茸淮山煲雞湯。鹿茸淮山煲雞湯入邊會有鹿茸、雞肉、淮山、紅棗、杞子以及生薑呢啲食材嘅。而呢一款鹿茸湯水唔單止可以做到滋補身體嘅功能，仲可以幫助舒緩疲勞、補氣溫陽嘅。除咗適合寒冷嘅天氣飲用之外，其實潮濕嘅天氣亦都可以大概1至2個星期倒煲一次。當然，如果唔清楚自己體質適唔適合飲用嘅話，亦都可以向你嘅註冊中醫師查詢嘅喎。希望大家可以試下呢一款食譜啦，享受鹿茸湯水帶嚟嘅健康嘅益處。多謝各位。